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什么？咱来读这个114年度教育部的朗读稿，社会组的要来读第21篇甲22篇。好，来，我淡薄时间，我来甲迄个弄一下。酷啥甲麦克关起来，无迄声面爆起啊！好，这只无拄好，唔知去惊着。好，来来甲一个连结分享一下呢。伊应该就是学台语的一寡资料啦。个啥？迄个学台语的方法，然后有人整理一寡迄个啥朗读稿，或者是或者就是迄个啥文章就对啦。所以顶悬这连结敢是顺一轮整理的款吧，我印象中所以可比讲的。那针对学生的部分，就有出版社会去甲文稿收集了，甚至搁邀请老师去念遐个朗读稿。社会组的目前敢若社会组敢若就是大家拢升格啊，大家拢真厉害啊，免想迄种的，所以就无管遐济啊，所以。使讲参考啦，这个114年度的情况，我嘛小可一下啦。目前咱的环境会甲台语正做优先使用的语言，当然大家年龄层拢无相款啦。讲一个较无输赢就是可能也无够多啦。因为当初会感觉中国话讲好势啊，免想要去改变啊。愈少年愈有这种状况啊，甚至嘛是就讲嘛，2020年出世以后的囡仔已经无纯粹本土语言的环境啦，好啦，无台语的环境啦，其他语言我管袂着，所以。对阮这种有回人，人生剩无一半这种的，敢若会使就阮的能力，把台语加讲话吧。讲台语的这个过程，就是有一寡文本通我读念，是一个参考嘛，应该是安尼啦。其他一时之间我毋知有啥物方法通我延续还是安怎吧。教育部700字，教育部第一批是700字啦伊这应该是第5批啊、第6批啊，我袂记啦。就前一阵有人整理的，然后我也捡起来，才发觉到2024、25、26这3年拢有得对。23敢若嘛有一批款，我印象中。好，差不多是安尼。好，反正有兴趣啦拢参考。下面若有想到啥，才过来分享安尼。我来讲，多含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毋是9点40点，社会来遮读寡册。9点进前咧，9点进前水外，我继续来读。那纯粹的这本第3本的小说《开花结子》，迄个区党的因一直拢伫咧，伊敢若伊徛过遐吧，就是理工局基金会因最近敢若拢伫读这个。开花结子所以伫因的网站也是群组内底，因就会分享每一个礼拜因有哪有读册会啦。这刚1990年代开始，因就开始有伫做这个代志。当然，看的人无共款，可能位置也无共款所以我就继续读开花结子这个。过差不多有1张香遐久。
因主买饭包回来，金鸡仔的代志嘛超好啊。迄天下晡，病院的救护车甲金鸡送去阿宝啊因兜的2楼。因主共迄时阵，随阁包2万块互阿宝，讲是要补贴伊照顾大姨的所费。阿宝啊因兜伫2楼，原本是小弟国威第大。老母丽子过身了后，伊带中国籍的牵手，就走去上海食头路，就爱晚年2阿某才有转来台湾过年。正经过无偌久，赶大细包行李的国威为中国转来过年，雄雄看到2楼的房间有人伫住，就歹庆庆问怀困伫眠床顶的金鸡仔讲：“你是啥物人？较会倒伫遮？恁祖妈是谁？你免管，你先讲你是啥？这顶房间是我的，你若搁伫遮瞪空瞪笑，我就甲你拔出去。”讲煞随起来眠床前，要救金鸡的手尾的时阵，伫楼骹困中头阿宝啊，听到2楼有人嘿嘿叫小将，愈来愈红声，紧美冲起来2楼，随话讲：“阿伟，迄是恁大姨啦，大家己的大姨。”阿伟有淡薄仔疑碍，佮问讲：“伊敢若是半身不遂的款？”“嘿啊，是来因总看病占大尔。”阿宝啊，袂爱伫金鸡的面头前讲伤明，伸手对各位的衫基尾讲：“咱就来楼骹温暖讲，好无？”两兄弟仔就来楼骹的碰椅坐，结一个拗臭面的各位直拄直讲，规间的行李箱五斗柜，衫櫥拢是大姨仔的，看办势毋是带一2天尔，是安怎你要互伊来遮呢？3句甲5句啊讲，甲大姨啊上亲的是我，离因总上近的嘛是咱兜，讲要先来照大，莫讲啊啦，你是孙仔辈的呢，上亲的是嫁前腹肚皮阿姑阿姨，啊若远较近是讲痛的，台湾满世界少亏病院，他会找你遮来咧。阿舅是顶一年的时段，我歹势甲因回转。若阵无好康通体，你敢会互大姨来遮？你敢会互大姨来遮？啊，都因有贴咱食大的所费，甲伊用。阿宝也袂输做毋着代志的囡仔，有了担当伫因为，若敢安尼，你爱甲爱去你3楼住，2楼是我的，我无要让伊。各位阁吩咐阿宝啊，甲因越南仔某爱甲房间变互亲戚，伊要住甲元宵过，才会转去上海。所以一个带中国的，一个带越南的，所以这毋知呢，反正各人一个台，也无其他的人通好加讲话的空间，对嘛？无打我，敢会啥尼讲？哦，好，时间到，顶来谈呢114年度的朗读稿。114年朗读稿，这个社会组我就讲，伊真正有迄个啥，无好读的所在啊！你，有哪来啊？反正我看1、2、3、4、5、6，算6段，伊有一段不了底，吼，咱就暂时讲一段一段轮流读啦，吼，莫讲一困要读规篇也是安怎？若物有读煞，咱才来看规篇安怎读是啊。我来114年度社会组的朗读稿第21篇，红包米烧炊，公菜茶，我是读茶啦吼。红包一般拢伫重要日子才会用到，毋过伫阮兜较特别，三不五时就咧搬红包米烧炊会出头。若讲即个红包包的是钱，不如讲伊包的是我和阿母的母囝情。即份亲情透过红包在流动，嘛代表我对阿母的孝心，佮阿母对我的关心。我这一开始就先讲啊，来，阮阿换你读。阿母今年90岁啊，伊家己带庄脚，
演过招伊来台中佚佗，伊也袂。即几冬伊骹头虎较无好，搁惊身躯病痛，甲我麻烦，就无爱来台中啊。所以我总是过一阵仔，就爱转去庄骹，甲顺顺看看咧，看伊人敢有好势。以早我若要转去，惊阿母会骑铁马伫庄头拍拍走，我会找无人，拢会先甲通知我伫时要转去。煞害阿母拢会量早买物件，钱甲规冰箱。毋则即马我袂甲讲我当时要转去。毋若安尼，我阁会顺续炸一寡补给品，我阁会顺续炸一寡补品，甲伊爱食的物件，互伊猛动送。有当时我常常转去，伊无按算，煞互我撞到伊咧做无应该做的事头，亲像有一摆，伊举猪头伫菜园骨头，打头看我常常徛伫伊面头前的时阵，伊的表情敢若做毋着代志的囡仔共款，毋知要安怎。顾不中就笑笑问阮讲：食饱未？我看伊也欢喜也歹势，欢喜我转来，歹势我交代伊袂使做粗重的工课，伊搁咧做，总是我念念咧嘛就准拄煞。要暗仔的时，阮会伫开阔的门口埕，遮隐的所在，坐伫梯椅仔顶，哪吹风哪看风景，阁会甲饭菜放去外口的桌仔顶，哪食暗顿哪拍纳凉，讲一寡即阵仔的生活状况。食饭饱，阮要转去的时阵，我拢会包一个红包，放伫伊房间柜仔顶的盒仔内，庆候阮转来到台中，才搁打电话甲报平安，顺续讲红包放伫盒仔内，爱会记你摕出来开，交代伊毋通伤欠，对家己爱较好咧。想要买啥食啥，就去买。结果阿母煞甲我讲，伫你的牌仔底上内底的笔袋仔有放一个红包要互你，后摆转来厝，毋通买遐济物件，钱歹趁，爱较俭咧，莫乌白开。一声真正是心色甲有剩，红包米小揣，比看啥人较高葱啊！以前就是迄个王彩地，应该是王吧，这是王红。歹势我无确定咧，我敢印象中是红吧吼，歹势吼，王彩地，好，我哋就是写即个红包米小，这种即可能真，阮细汉时，阮遐是大人，就是长辈拢会踮遐下体就对啊啦，所以这嘛是一个真人情世事还是啥，所以我嘛袂晓讲，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咱但是王无对啊，王对啊，哪无去？对啊，王嘛吼，王，所以王，反正我咧找迄个字啊呢。即个 Carol， 我毋知啥物原因，我要揪袂开。爸比有兴趣讲听。好，即篇第一段就先讲，红包是两母仔囝互相的情谊安尼。若敢看第一段，你可能也毋知到底是啥物状况，要看到最后一段的时阵才知哦。淡仔咧叠对叠安尼，拢用藏的。吼，阮虽然是看到迄个啥，大人会淡仔摕来摕去就对啦，什么嘟，啊无大人钱的囡仔会什物落地啊啦、卡棒啦、啥安尼，所以这我袂晓讲，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即种经验。然后迄个题，伊
作者即个名要安怎讲？时啊平迄个字，敢若有人是，就是要安怎讲？摕物件迄个摕，甲挑手房改做诗字房嘛。也毋过即字我印象中，敢若捌有人会读。因为迄个声部是毋是嘛？啊，敢若嘛有人怎读迄个诗啊？是安怎？我袂记起。总是对台语来讲，应该是属于题啦。第五条、第几条嘛？对，第五条啊，王彩题还是红彩题？吼，迄个甲迄个红彩红共款是有王甲红的音嘛？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接落来，阮拄则甲即个舞嘛，舞若是将一段呢插咧读啦。即篇因为两母仔囝呢90岁，当然即篇文章伊当时写我毋知啦，因为2014年伊到步是你投稿了后，伊敢若是上久有可能囥4年，囥4年的意思是讲，你写去，伊若甲你入选，有选入去，啊伊会。敢若嘛会叫你，有可能叫你改一寡字的款吧。就讲你写的文章的内容，甲迄个意向还是安怎啊？迄个啥，反正就是，就讲你若去投稿报纸杂志，报纸可能无一定，因为报纸逐工咧刊，伊无一定会改你的稿，我无确定。啊，若杂志就有可能啊，因为杂志，一个日还是季刊，甚至半年种伊。相对来讲，时间较固定的时阵，伊就较会去顺。可比讲理工曲，即马迄个啥，台湾通讯网报啊，我之前去投的时阵，因的编辑啊啥一定会顺过，然后先爱知影你到底写的内容嘛，啊对你的内容有相当的认捌还是知捌嘛，啊伊即个动作做完，反正就是爱先知，伊若无理解无了解，伊家问，啊你即个是啥物意思？你即段是啥？啊，若用字，伊就会照因目前迄个啥，因的用字表去处理。因为我著讲，目前理工局因的出的杂志啊，到目前我个人也无法度完全接受，也是会去安怎讲顶打晓。就讲因有一寡词啊，因的即字，有一寡词两字词。有可能第一字用汉字，第二用罗马字，而且是第一字用罗马字，第二字用汉字。我个人拢会较，我若认定迄是一个词，我就会拢，买着拢汉字，无就拢罗马字。我较袂，明明咱至少我认定迄是一个词的时阵，伊煞罗马字、汉字乱参写呢。这我是到目前为止也无法度完全接受的。或者是要安怎讲？就讲你读念的时阵啊，我会。对即种词我会较碍叫，就是无都读较顺啦。啊嘛有可能是因为我读无够多，所以拄着即种词的时阵，我就顿定0.1秒、0.2秒，这啥呢？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汉字知捌较济的时阵，迄个长词长句会较顺。对我来讲，啊若纯粹罗马字的时阵，对我来讲是上困难的，因为毋知讲迄个长词。词频到底要切伫对？啊，若滥参写的，勉强阁会使摇过，啊，毋过嘛是共款，就是一个词汉字罗马字滥参写的，这对我来讲就变成讲读无够济就歹判断。啊，若教部的因即种目前大部分拢是用汉字的，真罕呢。目前看起来即2年啊的作品。有汉字的比例范围无甲1%，1%的意思是啥？可比讲700字的稿，1%就爱7字呢？无啊，无甲10篇文章有甲7字啊，所以范围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就是可比讲目前为止，你读即个114年度这文章啊，敢若有看到汉字，有看到罗马字的范围，即28篇内底无超过100字。无超过100字汉字，无超过100字罗马字，28篇哦。啊，
100字是啥物意思？平均一篇无甲4字，无甲3字，3字4字安尼尔，对啊，所以咱今仔要读的这2篇，这篇是完全无罗马字，后一篇就有罗马字，所以教育部目前是对罗马字无遐注重安尼，啊，所以变成讲对伫伊读的时阵有一寡判断上，真正可能就是对我来讲，我的理解就是讲，真正爱加读啊，啊若无嘛真正真歹判断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三年嘛来啊，黑龙嘛来啊，安尼。拄着李鸿咱陈鸿辉老师的时阵，我也问伊讲，要投稿，因迄网报内底是安怎判断？啥物时阵用罗马字，啥物时阵用汉字？伊讲咱咧参照因迄个表。啊，我就问讲，啊是安怎？恁迄表哪较固定？啊，阮若是写全汉字的，若无照迄表咧。伊讲，毋管安怎吼，嘛有人写全罗，嘛有人写全汉。啊，行过去吼，因诶编辑会修改。对。就是，但是我都听无讲吼，为什么会定即种表，就爱完全照因诶表，因家己会改就对啊。你的问题，我听起来是2个，一个是讲为啥有即个表嘛，是无？就讲伊迄个表是安怎产生的，敢是？因为每一年吼，去开会确定讲这表偌济字会当去除掉吼，因为即摆有真侪人来迄罗马字用作汉字啊，所以吼伊会每一年拢开会来决定讨论迄个表，伊有安尼讲，但是吼，伊无讲是安怎，因为审查遐个投稿时阵，拢爱完全参照伊个表，伊是无讲啦。我所知是，因为我著讲，遮个台文的文章的发表，或者是有伫看的，目前敢若著讲，可能若以北部、中南部即种的，对，我所知的，目前上久就是即个台湾通讯网报。最近伫咧台南啊高雄有展出嘛，啊听讲嘛是有人有无共的意见，就讲目前台湾通讯网报是2012年由理工局基金会因接办，啊当然进前其实是2份杂志，一个是台湾通讯1991年开始，一个是台湾网报1996年开始，啊。打一开始，1996年进前嘛有一寡人伫咧台湾通讯是买啊，1996的台湾网报出来了后，原底嘛毋是一开始哦，可能嘛第几年我毋知，反正我要讲的是，台湾通讯甲台湾网报其实有一寡人是有关系，迄个关系可能我袂讲，啥物师啊，甲土地关系是安怎，反正1996有台湾网报了后，台湾通讯继续发行，啊，到敢若啥物时阵，怎2份杂志就合作伙？啊，为什么合作伙？有一个原因，敢若是因为人的关系，迄个人就是讲，台湾通讯在过去拢伫咧美国迄边发行，啊，文稿才转来台湾这边，敢若曾经有叫前卫出版社帮因出，帮因印。啊，当然可能有一寡费用补因，也是安怎？反正2012年了后，就是台湾通讯甲台湾网报就合作台湾通讯网报。啊，所以伫2012年的进前，因伫办遮的台湾杂志的时阵，就有一寡用字的算惯习，或者习惯，或者大多数人较接受的用法啦。好，可比讲。你的、我的、水的、悬的、落的、淡的啥，迄个下，就有足侪人有足侪无共的想法看法，尾因就规气全拢写罗马字，迄个下，就不管迄是所有价、形容词还是啥，伊就写罗马字。啊，其他的因敢若我会记诶嘛，伫倒一篇文章还是啥，敢若捌嘛有去讲起因为怎样有遮个物件，啊，所以目前。
伫因的网站顶悬着即种叫做参考字表，啊，就刚刚拄则 Carol 所讲的，就是理工局基金会因原仔嘛会固定开会去决定讲，这个字数敢有要一寡调整，因为教育部目前为止嘛已经公布到第5、第6批嘛，啊，所以遐建议用字是汉字，啊，罗马字的部分就是因罗马字甲汉字就是因我所知我所看到曾经即摆你去因的网站应该找到，凡是你用一寡关键字词透过 Google， 凡是 AI 就帮你定出来迄篇文章是写啥，伫对写啥。我印象中就是，若准讲无争议的，大家拢有共同的意识的，安尼就写汉字无问题。啊，若准讲发觉到不哩啊侪人有无共款的想法看法的时阵，安尼伊就写罗马字。啊，教育部毋是教育，理工局基金会伊是用教育部罗马字。啊，当然啦，用白话字去投稿的，我无注意看到咧，因为即马对我来讲是，佫有材料读，或者是讲读会出来，所以我就袂特别去分别讲，伊这人是用白话字写，这人用教育部罗马字写。啊，可能也因为安尼的关系，最近伫咧高雄展出的迄个叫做啥物台文通信35周年的纪念，就人有无共的意见，讲目前台文通讯网部是理工局因去换的，按因理工局哪会敢若甲台文通讯就吃掉去啊？讲或者35年，实际上。台文网部是1996年才开始，所以听讲有一寡人就无共意见，甚至公司台语台的记者去报这条新闻的时阵，伊嘛伫 Thread 伫倒有甲迄个新闻稿还是新闻影片上网嘛吼，啊听讲用检举到落架是啥？啊，迄个写稿的迄人就感觉讲，这台文科仔内底家己安尼。写甲安尼正甲安尼，到底是咧创啥？当然，现主是我也知影有一寡因使用白话字的人真坚持。可比讲迄天我看到迄个新闻影片也是郑良光先生伊受访问嘛，啊，毋过有另外一批，敢若是台语鸟因还是啥，因就是敢若足无爱甲教育部有牵卡的，甚至有一个做爱尔兰Jenny Chan。伊嘛是真坚持使用白话字的，啊，吴家明台语鸟，是台语鸟，敢是台语鸟因就对吼。吴家明 AB 嘛吼，啊，迄个 Jenny 因就真坚持要使用白话字，无爱使用中华民国的教育部罗马字安尼，因就感觉中华民国就是屠杀本土语言的凶手，为虾米搁要甲有牵卡？有一寡人是这种想法啦，啊，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咱先甲咱的台语讲转来。啊，当然你要用啥物符号去记录，是你选择工具的精差嘛。有人要写白话字 OK 啊，有人要写教育部罗马字 OK 啊，有人要写汉字 OK 啊，反正我就讲啊，就你家己你写落来了后，你今仔日写，过一段时间，不管是明仔载、后礼拜、后个月、明年，当时等来看袂顶打去的，这就是一个好的系统嘛。啊，若准讲你家己就发觉着讲，你书当时写的，竟然你真读袂出来，安尼表示你选的迄个工具无够好嘛。所以一直到当竟然个人淡仔咧讲，啊，你敢知迄个注音符号吼？咱书当时是咧学中国话，即马嘛会使帮助咱来学台语啊。我个人是无法度接受，迄个无法度接受来讲，因为你用迄个注音符号，即马无甲一个作品，甚至无甲一篇文章。是用迄种方音符号去写的嘛？啊，干若安尼，你开时间去，搁去认捌遐方音符号，你终基本嘛是爱用罗马字来学台语文啊。你太无爱伫一开始就用台语文。当然有一寡人做代志是，伊若无去食过羹，去踢着铁棒，伊是袂翻头的啦。有人是安尼啦，所以这嘛真歹讲哩。好，歹势，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这篇文芭比嘛起来吼，这篇文章我伫迄个 Carol 甲3年未读，啊我毋知芭比有兴趣要读无，因为这篇是6段啦吼，
安尼是毋是？我有兴趣。好，有兴趣，真好。安尼是毋是互恁三个还未读的讲谈两段？安尼Sunny读头前两段，不，Carol先读头前两段，Sunny读中间两段，Bobby读后尾两段呢。哦 ，OK， 好，安尼 Carol 你先读好无？两段。红包米烧脆，红菜皮。红包一般拢伫重要的日子才用会着，毋过阮伫阮兜较特别，算不落时就咧搬红包米烧脆出头。若讲这红包包的是钱，不如讲伊包的是我和阿母的母子情，这份亲情透过红包咧流动，嘛代表我对阿母的孝心，佮有阿母对我的关心。阿母今年90岁啊，伊家己住庄脚，毋过就伊来台中佚佗，伊还袂。即几冬伊骹头骨较无好，佮惊身躯病痛，甲我麻烦，就袂爱来台中啊。所以我总是过一阵仔就爱转去庄脚甲顺顺看看咧，看伊人敢有好势。好，这只迄个头前也是因过啦，你可能目睭看伤紧啦，看到迄种诶，因过甲毋过是第二种感觉无毋对啦。好，来，对，我通就是。你可能嘛无发觉，有当初咧读诶时阵，是毋是迄个语词，还是有一寡意思，你家己，这嘛是我即三个即半年来才有迄种，有一寡文章我有法度读入去作者迄个语境内底。安怎讲？就讲伊会用一寡字词诶时阵，我就靠着去对伊迄个语词，还是咧写迄个语境缀咧行。安尼讲诶原因是讲，我家己诶字词无一定安尼用，要毋过我就去对，迄个语词安尼。因为咱每一个人伫用，不管是写，尤其我就讲，这个作品其实嘛足口语化。有当初这个作者甲咱使用迄个口语的词频无共款，就讲啊，真水、足水、正水，到底有啥物真差？无真差，真、正、足，拢是 very 的意思嘛。当然，在英语可能有3-5种形容法，对台语嘛是相款啦。足厚、真厚、正厚，拢是厚的一种程度。毋过每一个人，有的人惯势用足厚、足安怎，有的人惯势用真厚、真水、真赞、真好，有的人惯势用真厚、真水、真赞、真好。这是每一个人习惯无共款。毋过对我来讲，这3个是拢共款的。真差是每一个人伊的习惯无共，习惯无共的时候，咱读别个作品，迄咱读落去，我家己的迄个习惯就走出来。结果人伊毋是用即字，这当然咱若口语上无差一定听好，毋过读念的时阵，迄是咱的文本，咱随知伊读对伊家己的词频去啊，类似安尼。拄啊第一段、第二段，我真正看到迄个相对的位置拄好。第一段是毋过，到第二段是因过。所以拢共一字汉字，有当初迄个意思，伊家己住庄脚，毋过招伊来的时阵，我毋知你。可能以我角度是，可能读也无够多时阵，你会感觉毋过伫即搭遮竟然顺。对我来讲，我就随伊家己住庄脚，毋过招伊来台中佚佗，伊邀袂，怪啊！毋过甲邀袂，可能迄个语境就袂对同啦。所以有诶是，迄讲上来，也是有咧讲，就是讲，若是。临近考试的朗读稿啊，你也发觉你读唔到，你紧翻头去个定读过就无要紧。毋过若听讲迄个啥年底迄个全国比赛迄种的时阵，可能就是可能就叫人记点啊。好，往参考，来3年你读中间2段。以早我若要转去，惊母会骑铁马伫庄头拍走。我会找无人，拢会先加通知我伫时要转去。煞下阿母拢会量早买物件，煮甲规冰箱。毋
且即马我袂甲讲，我当时要转去，毋若安尼，我阁会希望踏一站。有当时啊，我常常转去，伊无按算，煞互我等着伊伫做杯头。亲像有一届，伊也低头伫菜园仔的骨头。打头看我雄雄活来，我雄雄徛伫伊面头前的时阵，伊的表情敢若做毋对代志的囡仔共款，毋知要安怎。过不钟就悄悄问阮讲，食饱未？我看伊也欢喜也歹势，欢喜我转来。歹势我交代伊袂使做粗重的工课，伊搁在做，总是我念念咧嘛，就准拄煞。好，感谢。迄个是青啦，徛第三段的第三段，伊是第一条嘛，青加迄种的。然后，伊的本条是第一条啊，伊是第一条啊。哦，青嘿，我有时阵无记本条。青加规冰箱。哦，青加规冰箱。青加安尼敢有变调？安是毋是？有啊，青就是第7条啊。青是第一条嘛吼，青加规冰箱。吼啊，后一段的第二蛇尾啊嘛，伊举低头伫菜园仔掘土。哇，掘土。伊掘啊掘，迄是因为配合迄个旋律，所以可能怎？是毋是变去第8条啊？伊这是掘，啊是伊本条是第8条哦。我看下，我袂记。我对我家己的条记伫较第4条，伊是第4条啊，所以掘土，第8条，伊是第8条，所以你拄则读对掘土，就会变成本条是第4条，爱是掘土，所以伊的即字是第8条无毋对，即字我真拍字才发觉着，拍字才发觉伊是第8条无毋对，好啊，所以。伊伫番薯园掘番薯，对无？掘番薯就讲落来。哦，掘番薯，我爱记，我用掘番薯来记。第4条、第8条就是，系啊，所以可能你用掘番薯来记，掘即个词是变调是第4条，安尼表示伊本条是第8条，啊，伊拄则是该读掘土。对，嘿，因为我毋知伊条就凊彩。软土深骨。对啊，你若软土深骨，安尼就是第8条啊。软土深骨。对啊，软土深骨。就关掉嘛，啊，掘番薯就会变调就来啊嘛，嘿啊，这条我嘛是，我就讲自虽然讲会晓讲，啊，不过你叫我去有当去想，我搁爱想一步，就讲拄则迄个钱甲规冰箱，钱是第1条啊，啊钱甲规冰图，靠变咧，我话说，有当第1条、第7条，我嘛是会杀无安尼，知影？这可能就是，嘛是爱下功夫、下时间吧。啊，过来就是第3段迄个，当然拄啊，即个第3段出现3届要转去，也是要转去，当然对我来讲，要转去甲要转去应该共款意思吧。也是有可能对作者来讲有可能有无共款咯。若讲什么转去，可能就是迄人就变转来啊。转去，甲先转去是无共，毋过我袂记倒一个时间。你的意思是安尼，因为我就讲，对我来讲，我感觉到就是讲，重点是啥？是要转。是重点，还是转去？迄个去是重点。我就讲重点袂变调，啊袂变调，若转去，安就转着轻声就无变调嘛。要转去，还是要转去？吼，以前我若要转去，我第时要转去，我当时要转去。吼，我若要转去，我第时要转去，
我当时要转去，因为拄啊即段，敢若规篇就敢若即个所在，一困头每一撮拢出现三字，要转去，要转去。我嘛无确定讲，到底要安怎读念？因为我感觉转去，这可能真正就是看作者，而且是读念的人，伊感觉重点是啥？啊，当然对像三字讲的嘛是有可能啦，一种就是过往叫做转去。哦，我袂记倒一个啊，就是讲有种就是讲，有一寡人伊无想要讲死即字的时阵，伊就会用转去即个讲法。啊，佫就讲无看到伊倒啊，啊就转去啊，转去倒去土手卖仔卵啊，安尼，就是袂去讲到迄字，抑毋过就咧表达迄个意思。啊，有可能对啊，三字讲的迄个就是，我嘛袂记倒一个音算倒一个音嘛，伊转去啊，敢若是安尼看吧，伊转去啊，袂讲伊转去啊，敢若是安尼，我无讲到我家己无火气，所以我要讲的是，即三字字拄啊伫即段出现三解。啊，到底要倒一个？我其实，以前我若要转去，我会讲以前我要转去，我可能我会读要转去啦，我可能要读要转去安尼，我会读。好，帮参考。来，芭比换你，这样两讲。啊，歹势芭比无声音。好，有我伫诶。你倒位？尾暗两段，嘿，尾暗的时，尾暗的时，尾暗的。哦哈。哦。尾暗的时，阮会伫开看。你点一字，尾暗啊，又一个啊，尾暗啊。哦。尾暗的时，阮会伫开看的门口。门口埕，迄是埕，高头埕的埕。对吼，门口埕，阮会伫开看的门口埕，食饮的所在，坐伫梯椅仔顶，若吹风，若看风景，阁会甲饭菜放去外口的桌仔顶，若食暗顿，若拍若凉，讲一寡即阵仔的生活状况。食饭饱，阮要转去的时阵，我拢会包一个红包，放伫伊房间。柜是什么？柜仔顶。柜仔顶，伊房间柜仔顶的盒仔内。啊，迄是 A P 尔，伊无合音。你去有华语看，华语是有一个合嘛，毋过台语加 A P 尔。阿妈来，阿妈来，对，就即字定定呢。去有华语看去。对，阿妈来才对，就是，幸好阮转来。到台中，才阁敲电话甲报平安，顺续讲红包放伫阿爸内，爱会记得摕出来开。哦，应该是开，我拄仔迄阵咧台中嘛。对，我想的是开哪会阁打开？伊有钱嘛，所以是爱甲摕钱摕来开啊。迄阵我就讲，到底是开啊开？啊，我就红包摕来开啦。头壳拍甲。我想的是开钱的开，但是我阁谈唔着。对，这是汉字麻烦的所在。对啊，请原谅我。无问题，无你拢大家拢咧学习的。无问题。袂。摕出来开，甲伊交代伊毋通伤欠，对家己爱较好咧，想要买啥食啥就去买，结果阿母煞甲我讲，伫你的牌仔对嘛？对，牌仔底。伫你的牌仔底上内底那底啊，有放一个红包要互你，后摆转来厝，毋通买遐侪物件，钱歹趁，爱较俭咧，莫又过来啊，莫学袂开。赞啊，对，正确。即声真正是心实甲有春，红包米烧吹，比看啥人较贤创啊！我讲，真好，好来，可能一两个所在，就讲文章真正我有感觉真心实啦，啊，有一种
对我来讲，点点迄种敢若小可毋是够心酸迄种状况，就讲老爸囡仔会安尼来去，甚至顶阵还有啥物看到伊做无应该做代志，也欢喜也歹势，我讲即个情绪真厉害，真好写。啊，最后即段就是心息甲有春啦，吼啊，当然心息甲有春大概。我想袂到有其他的变调法。无应该做的石头，你甲无应该做的代志，听起来无啥共。就讲，迄个无应该做的代志，迄种就是老大人。当然，我嘛有听过迄个啥，90外岁，佫会使错竹仔咧，佫拖甲真好势，对。无较济阮来。想要甲斗相共，叫看人去做是做啊遮扭捏，你嘛只好徛咧边仔看。因为你人伊迄手势用甲好势，你去想要甲伊斗相共，颠倒有可能去切着伊的力是安怎？伊颠倒歹做事。啊，所以有当阵这真正每件做代志，迄个手路手势无相款。啊，像即个阿嬷90岁阿嬷伫遐咧做事的时阵，人伊感觉做好势啊。是咱边仔看人讲啊，遮济啊，毋好做啦，安怎？啊，毋过伊嘛讲要创啥？这嘛我毋知咧。哦啊，过来上尾段就是下尾二段是心息甲有春，大概无啥物争论啦。我是安尼想。啊，毋过第二句的时阵，第二段的时阵，听候我是读听候，阮转来到台中。啊，当然有，我著讲啊，即种转来有无共的调嘛。啊，我是读听候，阮转来到台中。当然，听候阮转来到台中，转来到台中较顺。转来到台中较顺晓。对，我读对。啊，所以这个看，因为目睭对就是紧想嘛，啊，可能因为一般就是较关系讲转来安尼。对。所以其实头就是第一时间会安尼。判断，读做这个音无法觉安尼。OK， 好，反正我著讲这，我著讲目前为止，遮个文章啊，虽讲创作者大概嘛无可能第一遍写过就煞，就投稿，然后拢无向改过，我也毋相信。吼，一定是伊，请讲。第三段，侬会先甲通知我第时要转去。我要问讲，第时，我大家用的习惯是用当时，我袂用第时，啥物时阵会用到这？所以这就是第时甲当时对我来讲是共款的。啊，这个第时我嘛是敢若学台语了，才敢若较接看到。啊，反正囡仔时代会听到厝边隔壁，因为阮遮其实嘛是足侪，去讲嘉义、云林、彰化遐个人会来。啊，有可能是毋是伊即个第时即个词，有可能是毋是较中部遐个讲法，我无确定。因为即摆即个人讲，伊可能就是去到台中大嘛，毋过因阿母也伫庄脚嘛。啊，所以迄个庄脚是倒位，我毋知影。啊，我是咧想，敢会有可能就是彰化、云林、嘉义即三个县市，或者是别个所在嘛有，啊，因就会用第时、用当时。啊，我分袂出来。对我来讲，我感觉第时甲当时的意思是共款的。啊，啥物时阵要用，可能真正甲每一个人伊迄个习惯有真差。我的理解是安尼。反正你罔参考。如果伊要用两个无共款的词，因为第二抓是用第时，第三抓是用当时，伊莫互迄个字词用互所以用无共款的词。有可能。啊，当然看就是这篇文章总共出现4届要转去，对无？啊，即种要转去，即种词你要安怎去变换？硬要变嘛是会使啦。啊，只是上面就是第一字数700字、750字。第二是散文，你要敢有要挑工真正听见讲你真正足厉害咧，我无确定。啊，所以拄仔即篇文章就种转去，即个我感觉是会使 OK 啦。啊，第时当时我的理解是
对我来讲，我是感觉共款的。好，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阮就才知影有这个词，因为我平常时用日习惯是用当时，我袂用伫时。对啊，我嘛是学台文了，才知影这个词。对啊，我嘛是学台文了，才知影，有个人是用伫时即个讲法的啊。因为坦白讲，我拢有听过。拢有听过，有可能啊，就讲，我因个啲马文知影，我拢是细汉的印象啦。对哦我细汉听大人讲话，我这两种拢有听过。拢有听过，就可能有可能是，我就讲可能就是无共的所在嘛。啊，所以我想，咱听着毋捌听着过的，我感觉是免特别去讲出来讲，我拢毋捌听过即种的这个，啊，就毋捌听过就哦。伫心肝底偷偷做笔记嘛，毋捌听，这是毋捌听过。啊，若有机会，也是拄合会拄好，看是。是啦，我学台文才学无，才学第4档啊，所以吼，我熟知字无够济啦，歹势。无问题，无问题。反正就是讲，我感觉免一声就拼出来讲，啊，我拢毋捌听到过。有当阵详细想一下，毋捌听到过，算不了事上的啊。尤其即马南来北往交通真利便，要听到毋捌听到过，嘛无遐困难啦。因为无像古早时代讲，大部分的人拢伫伊个床头透死人捌离开嘛。啊，学生时代伊拢会听到新的。等到出社会开始食头路了，反正伫因的迄个床仔头，伫因个所在，罕有较啥物新的物件，你就袂有啥物毋捌听到过啊，拢嘛听到过。但过即马毋是啊，即马交通啊个低卡的物件愈来愈多，毋捌听到过算拄啊好尔。啊，就是学起来，我是安尼想啦，罔参考。啊，当然像讲爸比讲，有啊，囡仔时代拢听大人咧，听大人咧开讲，啊，囡仔人心话树啊，呢，就可能想着足多啊，呢，嘛有可能。心话树啊，好，安尼，咱来读后篇第22篇，这嘛是一个敢若淡薄仔心酸，还是啥物个代志安尼。这篇我1、2、3、4、5、6、7，连到7段哦，安尼，敢若比拄则迄篇搁较长一丝丝啦安尼。安尼，咱是毋是我看？有哪你谈2段 ，Carol 你嘛谈2段，Sunny 谈2段，啊，芭比读最后1段好无？安尼，好，来，安尼有哪你先谈2段，讲2段，2段，芭比尾1段。22篇，听苦中和。逐当中秋前后，行过街仔路的饼店，就会闻到一阵一阵的香味。10花5色的月饼，2人酥早就摆甲甜甜甜。毋过，即个月圆人团圆的节日，对阮来讲是20外冬也无法度收束的空喙。逐当心碎的感觉都会溢出来，佮掺染阮永远的痛。迄当中秋的前一天，天拄拍浮光，大家还伫棉照被内底困甲真烧热的时，熊熊一阵救护车的水雷声弹规路，雄雄公公驶入来，伫巷仔口散步的厝边头尾看办事无对人，赶紧让路，互水雷声吵精神的人拢探头出来看讲发生啥物代志。过无2点钟，救护车的水雷声搁再弹入来巷仔底，不过即个的声音较无遐气插啊。对，气插，这是气插。恰也是嘛，即是恰，啊，毋过另外一个状况，所以就是会记哦，哇，到底是气插啊，恰插啊，到底是恰呀，气呀呢？哦，气插甲恰呀，拢是共即个汉字，吼，你若有迄种会搁查一下，家己查较有印象。来 ，Carol， 你谈2段。啊兄，到厝啊！
你着爱落车哦，叫互车甲大兄再转来厝里。阿母甲伊身躯的将讲拔掉，可能是背掉还是拔掉吧？可能是你背掉，我是伊即里敢有跋桶甲背的音的款，可能搁查一下，我无确定，歹势你继续。阵倒边鼻孔的迄条管，甲一支两粒的这个两粒上色，两粒上色。我歹势有对着，两粒2公升，声音来无去，起落声音无去。两粒的哦，对，两粒的上素，塑胶干啊，互伊甘上尾迄口气通转来厝里。迄几工别人欢欢喜喜咧庆祝团圆，我煞无闲啊发落大兄的后事。看大兄点点倒伫遐，即边应该会顺阿母的意思，袂讲欢喜，互伊剃倒啊。迄个无好读，真正无好读。欢喜嫁 KEH 第8条欢喜嫁。是啥物词？欢喜嫁尾啊，就是徛第4段上尾一逝，袂过欢喜嫁伊，互伊气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母日啊，日啊，欢喜嫁就是刚我看到嘛，感觉大部分拢是下对象即种诶。当然平辈诶时阵，敢若嘛会用即个什物对嫁啦，是啥？这个词到底敢有收吧？印象中。有到底有。到底收即个词。嘿，是违背五日的意思。所以这应该是下对象的迄个动作啦，行为啦。再来，3年外里，不，迄个对3年外里，谈两段。好，迄对咧，这个靠家的大囝大孙，自细汉就破世以后，财产行着分有分。挑过头煞无甲心思用伫这正道平淡读册，功课对人袂着，各种厝业就去食头路。虽然喙水真好，头壳真够变巧，毋过伊干那望一步爬上天，常常补一寡奇奇怪怪的出头。做毋着代志是牵拖一大堆，三不五时就甲人冤家娘济，对巷仔头冤甲巷仔尾，后来只好去外口走踪，伫外口弄溜连10外冬，请夜时连年济团圆饭拢无转来食。毋过，消摆总是无落魄的久，按路行久，总会拄着鬼，目肚嘿 ，BAKTOK 嘛，目肚，互人判半重刑，坐5冬半，真无简单，才甲失厝家。对来里啊出来，找头路哪有通偌顺遂？因过遐个酒兄搅甜，大家嘛闪甲离，落尾运命行到主口因行到某。
行到某字，用行底路的方式结束伊的人生。好，感谢。好，爸比啊，你阿位请。报喜也报，啊，倒一个。报喜也报。对，猫是会猫，毋过猫字是无好的意思。啊，无好意思。对，猫字就是尾啊，所以落尾有命行到猫字啊。猫字就是我嘛毋知为啥猫字是最后的最后。好啊，若摇袂出来啥物意思，伊敢若写出来了后，最后迄句就直接决定讲用行底路的方式。啊，行底路其实就是自杀啊。所以对台语来讲，行底路就是自我了决。啊，你若想要超捷径、走捷径，伫台语内底，毋是讲行底路，会讲站底路，还是炸底路，对，是毋是？反正安尼即样遮厉害哦。对，所以我就讲想有名行到猫字，就是讲伊已经准备。简单一句就是自杀意思。对，差不多就是有名行到猫字，就是已经差不多是啥下签。啊，过来就是伊家己看是要中文讲沉潜好啦，干若下签吼，莫乌白啦，无我就秘咧厝咧开始迄种诶。啊，毋过大部分我看到即摆文本啊，若准讲伫迄个文章内底讲是行到猫字诶时阵，过来大概就是下课。我目前看到文本拢是啊，就是下课，因行到猫字就感觉拢，因头前即个人就是，你话三不五时甲人冤家啊，虽然喙水好。真够变巧，啊！毋过就敢若忙要一步登天啊呢。啊，行到某时，伊就一直感觉讲，逐个拢对付伊，天公伯啊，拢无咧照顾，安怎，拢是别人毋对，拢就啥物，反正拢袂晓检讨家己就对啊啦。啊，所以大部分看到文本就是行到某时阵，过来就是西洋人啊。啊，所以伊才就是讲用行底路的方式结束。超捷径台语安怎讲？用早的。早底路，还是剑，还是个就是串晓。陈顺聪有写一首。剑是倒一个剑？早应该是迄个，我想想袂出来，迄个字到底啊，就是超捷径有早底路啊。啊，陈顺聪敢有写一首诗，我想袂记迄个词，伊讲啥物对迄个庙埕过晓，早应该是早吧。可能是毋是门内底一个假字迄字啊？我无确定，反正我会讲早底路啦。或者个一种方式就是找看卖迄个超捷径是安怎来歹势，芭比先大课，咱遮迄种诶。逐冬诶中秋，阮诶新歌影着亲像。这是新歌影啊 ，INNE。新歌影啊，影啊，嘿啊，影啊，新歌影啊，幼苗嘛，影啊，叫毋对啊，伊无声母，你拄仔读对囡仔是有声母嘛，这是无声母 ，INN。影啊，嘿，新歌影啊。新歌影啊，好，阮诶新歌影啊，就亲像个互人夜倒啊。流 LIO 第五条流过，夜倒啊流过共款，向时对，向时诶空喙也袂收煞，坚皮。迄是熟 SOK 收缩，坚皮就是结痂。收缩。坚皮我知影，收缩坚皮生起。最后变疤痕嘛。哦。对，开始收缩可能会痒，啊，坚皮就是表面迄个血液会打去嘛。啊，你若热烧，囡仔人热烧，你去甲扛，啊，伊还未完全收缩完毕，迄个坚皮呢甲扛起来，佫会流血。囡仔足热的收缩坚皮，啊，你等伊坚皮了后。顶悬迄个皮才会落来，啊落来了就生一个气伫遐，就一个疤痕就对啊啦。所以是收缩结痂、长疤，可能是安尼讲吧，那用中文。收缩坚皮。
生期期 KHI 第5条期。好，生期，着个留一道，永远好袂离，喙不是无伫喙里的画饼，两人手内底是疼，是款永远的疼。这我来讲，这真正就是淡薄啊，心酸酸啊呢。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我搁敲定一个拄则讨论迄句，落尾有名行到帽字，就是讲，其实无，就是讲，你拄则讲下签嘛，对，就是讲是，我想看来讲，就是是有形容就衰安尼哦，差不多，算会使算衰啦。啊，毋过就是伊即种帽字，迄就是属于啥？啥物八字命运啦？讲每件有命是啥物？有起有落，吼啊有安怎啊，行到啥，啥物？我就是想要问讲是单纯形容讲行到最后，也是讲。无一定是最后，毋是最后，一般有一个循环就对啊啦，就是人生有起落嘛。啊，即个时阵就是落车的时，无运途无好的时，运敢毋敢运势？跌停哦，差不多。因为升股票。对。股票用这帽字。敢若佫无遐相款，当然好啦，会使安尼类比啦。我只是形容话嘛，是毋是安尼理解啊？就是讲，不是，就是毋那是最后，也是佫有较，就是应该上歹啦。歹迄款诶。啊，毋过你看伊最后一句用行底路诶方式，就真正最后啊。所以伊行到某字，伊若知影通米手，对吧？紧米起来，开始去，不管是修行，还是开始去用功，还是开始磨练家己，还是安怎的？这个歹字，就讲下签嘛。所以，足久进前，有一个人写一篇文章，当然可能散文的讲法啦吼。下签的意思是啥？较歹就是安尼啊啦，袂阁歹啊啦，或者下签啦，对无？有一个角度讲下签就是足衰啊，有够惨的啊！我归去来死就好啊。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下签就是遮尔歹啊，意思就是上歹就是安尼啊，袂阁较歹啊。敢若是下签，不过有当阵，以到现代来讲，就是讲啥？啥？没有最惨，只有更惨。所以这个帽字就是。应该是上惨上无好的时阵，结果伊真正用底路的方式，真正到遮就结束啦。不过上惨，你若肯调整家己，就下签嘛，换一个念头，我就去你啊。当然去你了后，无敌反弹，是毋是无敌反弹？毋知影。你反弹了后，是毋是佫甲头前迄共款？你若性格无改变要打开报纸都是我的天下。所以有个人，迄个啥，以股票来讲，也是讲嘛不了侪人讲啊，讲什么一世人若无破产3届，拢无算啥。吼，第一届破产可能负债1亿啊，第二届破产可能负债5亿啊，第三届破产可能负债10亿啊，是毋是一届比一届佫较惨？所以头一届负债1亿时阵报字，伊无行底路搁去冲嘛，冲落后地可能趁着2亿、3亿、5亿嘛，心肝愈来愈大，愈来愈大了后，负债1亿，尾趁到3亿，心肝愈大，搁行一个向城怪骗去了，怎搁变负债5亿？是毋是比嘛是搁冒字啊？所以以股票迄个线图来讲，就是起落落啊。
一波还有一波高，还是一波还有一波低啊？你啊，好啊，所以卯字无一定是最后啦，就是一个低点，一个落车的时阵啊，用签来讲，就是下签。要毋过，咱大部分应该是肯承认，或者是肯知捌讲，迄是一个循环嘛，有好有歹嘛。你讲要永远拢平顺，还是讲永远拢维持伫一个状态，可能无遐简单，无变的状态，毋是讲起起落落。佮讲有一个是啥？中大奖的人，照美国的统计讲啥？平均5年到7年会转去原来财富状态。啥物意思？佮要讲伊负债100万，结果去得到大奖，迄个大奖可能几千万上亿。啊，当然第一时间先甲债务还掉嘛，要毋过就免食头路啊嘛，免上班嘛，因为一条真正大条，搁去食头路，搁上班要创啥？逐工含同事淡仔咧啥物激心，还是去互头家当做狗安尼伫对待哦，无爱啊，大部分拢嘛无爱嘛。啊，毋过伊迄条钱就开始拍开啊，就甲即摆即篇文章所讲的嘛，有哦，讲到啥物？哦，无，伊无讲到伊真好，有啦，遐摆无就拍得久嘛。所以条钱开完了，你就转去到原来财富状态，欠5年至7年，你已经甲你原底迄种本钱佫会使欠长内度的，迄5年伤拍开啊，开得伤爽啊，你已经无度佫转去捕菜捕金猛加减迄种生活，可能过袂落去啊。啊，所以到迄个时阵，足侪人规气就真正是行底路啊。除非伊原底就生理底。后西风、侯西风，对无？负债敢若100亿啊200亿吧。伊敢若做房地产的啥？啊，毋过就是进入生理头壳，尾啊就是我著搁东山再起啊。啊，毋过另外一个电子业的白手起家两阿某对少年时拼到可能迄阵几岁40-50岁吧。啊，经济起起落落，伊财产上侪到100亿甲100几亿，啊尾啊，敢若。来到剩无5亿甲偌济，因某甲讲，咱自少年艰苦到今，准讲剩这5亿，好，进前几年才有100亿的财产，落到净剩5亿，这5亿嘛足好过啊，咱一世人嘛免烦恼食穿啊，啊毋过伊就是听袂落去啊，因某甲考劝伊嘛听袂落去啊，伊嘛是行底路啊，所以有足侪人有足侪迄种无共款的迄个啥看法啦，是讲迄个瞬间呐，伊迄个人走去澎湖行底路，敢若因后生甲因某嘛是无法度接受啊。啊，明明过5亿的，还是1亿我袂记着，反正迄对咱一般的人来讲，有可能以我来讲，可能我即世人要过手1亿的经验，可能嘛无简单。伊到100亿，对。啊，我有共款迄句头前，迄酒兄叫酒兄搅地，跋筊的筊嘛，啊，啉酒啊。对，这4字就是这2个词一般会甲做伙安尼谈嘛，还是讲伊是伊的铺排调故意囥做伙安尼？就是酒甲筊一般拢拉做伙，加做伙啊，酒兄啊，这我嘛是直接我头盖看到。我嘛无伫，我伫别位也未看到即种酒兄搅地。大部分拢是啥物？有诶是讲你兄我弟，啊无就是啥物？中文是讲酒肉朋友啦。啊，当然中文的酒肉朋友是敢若啥物？迄个真啥江湖术语，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嘛。啊，遮是讲，伊足侪就是安怎讲，酒啉落去就想要跋嘛，啊当然是跋佚佗无要紧，或者是这是2种完全无共的方向。啉酒归啉酒，跋筊归跋筊，甚至佫有第3种、第4种。第3种可能是开查某，第4种可能是食毒。啊，所以伊嘛，你看即段就讲啊，一目毒落去了后，因为到目前为止，现主是2020年台湾毒品遮尔多，其实可能嘛有一寡背后的原因啦。啊，迄个物件其实嘛算复杂的社会问题啦。啊，反正转来这个
酒兄娇弟，这是应该作者去创设出来。你若有迄个啥做事的能力的时阵，兄弟这两个词你甲捡出来，啊酒含筊你去换做别项物件，或者是你甲兄弟换做姊妹。啊，当然目前以我所看到所知，敢若查甫较有遮尔侪，咧讲乱七八糟，还是讲什么五花杂色，还是多样多姿多彩，这是种讲法。啊，若女性来讲，目前敢若看到什么姊妹啊伴、手巾啊伴，拢较袂去讲遐个女性伫咧做啥。啊，当然未来可要讲啊，兴看电影啊，兴看展览啊，兴做一寡手工艺啊，啊，遮个电影手工艺，还是啥，你嘛会使去想出来一寡即种字词来斗伫姊妹遮，比较即个酒兄娇弟去斗出来。我凊彩后袂讲什么，因为我想想看展览、看电影的姊妹啊伴安尼，类似即种的啊。酒兄娇弟，进前其他捌有较歪的，反正就是大部分是你兄我弟啦。啊，毋过伫遮你兄我弟的时阵，若要来解释即句吼，伊即句是讲因过遐个酒兄娇弟，大家嘛闪甲离离。吼，那即句要叫我解释，甲迄个你兄我弟斗入来，就爱解释种啊，吹头路哪有通偌顺势？因过遐个你兄我弟嘛，大家走甲离啊。因为你兄我弟就是好诶时阵，大家哦，敢若巴蒂哦，足好诶，啊口头无问题，你绝对来找我，绝对甲你停到搞，应到搞那。啊，毋过咧，对内里啊去用赶出来了后，真正大家啊无啦，歹势大，我即摆最近我手头较我啊，就开始下体啊，所以差不多会使讲啥。查甫人讲的话，无甲几句会信伫啊。尤其这种酒肉朋友的时阵，讲的话佫较免讲。对，表面上是迄个啥应酬话，也是做啥物？摆头铺摆话吼。当然中文讲啥场面话嘛，对吧？应酬的话啊，就是即马大家踮咧啉酒，踮咧拍拉凉，对吧？顶面讲的，还是顶一片，然后拍拉凉讲的，迄拢嘛袂准算的啊。那真正拄着的时阵，到底摕出来摕袂出来，还是互你一个你嘛真正足歹讲伊是咧甲你摕理由，你嘛无法度啊，对无？所以这个啥酒兄娇弟是大约是，我感觉是敢若是伊去做出来、找出来安尼啦，拢参考。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无姊妹。伊就是一般的句拢是兄弟无姊妹，是因为迄台语互人咧消灭的时阵，是少在的时阵，迄当阵女权也袂起来。会使安尼讲，因为一直到当，一直到当，可能就是安尼讲，2026年的现主是可能较好一丝啦，毋过较好一丝啦。当然，目前遐个兄啦、遐个弟吼，目前敢若拢无甲几个词是较好的词，拢是即种什物酒兄娇弟，还是什物伴啦、毒啦，拢是遐敢若无讲介好诶，吼，甚至迄啥，拍拉凉的时阵。一方面对啦，因为一方面就是较迄款甲头也是学到迄款兄弟。江湖开啥个啊？对吧？对啊。对啊，嘿啊。另外，就是因为你拄则咧讲，我伫咧思考着我拄则讲的，因为以早就无迄个时代，因为足久就开始参像伊讲读出时线的时阵是啊，讲着讲，日本时代时阵就开始来有小可动作来进即个汉字下对吧？对啊。对啊，所以讲迄遮久的，我咧想遮久。就是遮久以前，着女性是较甲即阵已经足无共的啊。但是即摆的时代，跋筊的也是你拄则讲的遐，就算遐歹物啊，应该啥物人拢有啦。拢有啊，对无？歹喙的嘛有啊。对
啊，无怪你讲甲安尼才愤慨安尼。啊，过来就是可能1970年以后，吼1970、1980、1990，甚至到1990，可能妇女妇人人伊较罕咧伫咧外口安尼走走，伊嘛袂去心。80年代，我进前看影片，80年代就女性主义就开始有，也毋过较袂有即种的嘛。啊，所以当然即马半开玩笑，对妇人人对女性来讲，伊家换做啥？酒驾娇妹，安尼读起来足爱摇，佫读袂顺啊，对啊，足爱摇佫足袂顺的啊。啊，毋过读到酒兄娇弟，敢若不哩啊顺。啊，过来就是讲，无啊，遐个姊妹你嘛甲伊当做兄弟来处理，还是来对待，敢若嘛是会使啊，对无？你讲到酒兄娇弟，莫限定讲一定是查甫啊，就讲。你安尼应该嘛是会过吼，咱咧写创作是啊，的时阵，咱来应用嘛来写过啦。是啊，甚至女性迄个啥，做同性恋即个部分，听你讲，就讲准讲迄两个拢是女性，也毋过在因的认知内底，敢若嘛会去决定讲安尼到底谁要扮演一个比较接近男性的角色。尤其伫生命顶行大的时阵，嘛是会看到一寡，我一看就知影伊是女性的肉身，也毋过伊就家己装塔甲足中性的，甚至敢若想要展现一种查甫气概安尼，吼啊，甚至我捌听捌看讲，伊就是硬死就甲胸坎饲到平，饲到扁安尼，就讲伊安怎讲？你袂一声就看出讲哦，迄是个女性的查某身，或者是我要讲，想到你个家电，对啊，是啊，差不多是。我到顶礼拜才知讲家电是啥物意思。安尼，阮最近歹势，因为我出国无开讲着，你无对着，一定2-3个月啊，你敢？是啊，我到顶礼拜才知哈。还那些人。原来家电是即个意思。对我来讲呢。这款人啊，所以当然即马多元的社会就是，酒兄娇弟种讲法就是，嘛已经无限定讲一定查甫一定查某啊，无啊，即马歹听话我嘛听到迄甚至学生囡仔嘛讲甲安尼。啊，因知也毋知，佫另外一回事，吼啊！我知道大电什么呀？迄是英文的海音字呀，海字，反正就苹果你写是啥GODDAMN， 敢若是安尼嘛，吼，就敢若是安尼。啊，是外国人嘛是拢会安尼讲的。老师，你就认真咧干咧。你像迄可能但这团啥物影片还是写连结合理啊？对啊，团我卖比较甲伊广告就还了迄个人生。对啊，有够迄种，所以真正是后来趣味，即几个你听讲嘛是唱甲了袂掉安尼。所以上面看伊宾馆就看伊差不多有3个月有啊吧，3-4个月哦，足久啊。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这我嘛毋知影。啊，就想讲咱逐工拢有咧看着足神诶，啊足含诶安尼，啊结果因为我私底下都会甲我朋友讲这伤含安怎啦，结果我一直咧想讲，咱新闻拢无咧报安尼，即款人拢无要报安尼，啊结果应该是几礼拜的心情总算有报安尼。对，这嘛是大家找无通趣味的，看到趣味的，就拢迄种安尼。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这个文章，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最后咧读的这个114年度的教育部朗读稿，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摄，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罔读罔分享罔交流。好，今日读到这，感谢，谢谢，拜拜，再会。
再会。，Hello，大头弟。